人生行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，世事自己慢慢体会。姐来讲，你看这个盆栽有水无？盆栽唔是拢洗做同款，那有啥物水还是无水啊？吼，这个人真正就无 feel 的呢。我来讲，这个盆栽叫做七里香，你敢知影伊的花语是啥？叫做爱的俘虏，是不是超浪漫呢？刘慧婷，你最近是不是搁开始看一寡有诶无诶韩剧，开始犯花痴啊呢？我就唔是因为看韩剧啦，我是因为送我盆栽迄个人。哦，李俊杰上脸吼。姐，你哪会厉害？这个就变讲。会话，你自细汉哦，就像修理的呢。讲到伊哦，你的表情就变成安尼啊，花痴啊，花痴对吧？我真歹哟。喂，还是讲俊杰现在要送迄互你啊？哦，因为今仔日我研发的新产品无通过啊，伊就送我这来甲我安慰。姐，我问你，有一款行为是毋是嘛代表伊对我有意思啊？啊，无想安怎要送这互我？俊杰个性，我的药应该是白查某囡仔送互伊的，啊，伊毋知要安怎处理啊，就只好送互你，啊，只有你会收啊，免收这啦。啊！听你安尼讲，我想想感觉这个盆栽一点仔意义都无完呢。我讲生笑诶，我讲生笑诶啦，哈！啊，既然俊杰送互你啊，你的动作，伊对你有其他意思嘛？哈？感谢谢。安尼我是不是要找机会去试探一下？啊，是蛮好啊，是蛮，还是蛮好啊。我若是想过主动，若是甲伊行啊走去，是要安怎？没。慧婷，你敢有算过？你偷偷介意伊偌侪年啊？啊，经过遐尔久啊，恁两个人一点仔进展都拢无呢。你敢袂感觉安尼真浪费时间，投资报酬率很低？吼，姐又过来啊！感情的代志，哪会当讲什么投资报酬率啦？就真单纯安尼介意，敢袂？毋是，是你无踏出你的头一步。是搞俊杰若是有白查某囡仔捷足先登，你敢袂艰苦？哎，我讲真实的啦，你既然介意，就勇敢讲出来，总有一天哦，你一定后悔。可心、俊杰、俊豪三个囡仔拢大汉啊，拢得一片上班，啊表现了嘛真好，真正减轻我这个压力。亲像这边的新闻啊，俊杰知影，马上就讲妈妈我来处理，人就随走去公司啊呢。我真正连烦恼我都没有烦恼。俊杰这个囡仔，伊就是大心啦，他真有责任感，跟你同款啊。是讲俊杰甲俊豪两个拢在公司做经理，你敢袂偏心？当你嘛偏心吗？咱人的心从本来就偏一点的。是讲哦，俊豪这个囡仔哦，较敏感，需要别人互伊肯定。我虽然不是伊妈妈，啊，不过我是伊总经理啊，所以我在公司上哦，我就尽量做较公平，可以当安心为一品继续拍。够啦，你做的真正有够多啦。啊，伊若是知影头好感恩哦，就爱多谢你哦，这几年对伊的栽培啦。啊，俊杰甲可心有诶，伊嘛拢有啊，对无？啊，是讲会有爸爸这种先生要跟这种啊？因为月菊花是俊杰特别摕来互我照顾的啊。你想啥？紧去用啦，我巴肚枵啊啦！紧去！我才无爱拢，卖个看。我跟想要安怎做啦？你吧，对对来家。俊杰，你哪无伫遮？因为拜五我有一寡物件要处理完啦，所以想要趁家己来遮加班，啊，甲做煞，安尼较袂去影响到。这外间有其他的进度。一凡，你来遮要创啥？你无约？我甲你同款啊，想讲趁假日的时阵，公司较无人，会当研发新产品啊。因为我已经是美食的俘虏啊嘛，
若是无做出上好的新产品，我绝对袂放弃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有新的 idea？我这 idea 是你予我的，我想要做七里香慕斯蛋糕。七里香？是我迄届予你的迄个七里香。对。哇！你会当为哦，这是我生活当中的代志，该变成是创意的来源，会不简单呢。而且哦，蛋糕名嘛想好啊呢，伊就叫做爱情的俘虏。因为啊，每一个哦只要食过蛋糕的人，一定拢会臣服在伊美味之下，变成伊的俘虏，就参像人甲人的爱情同款。我感觉你这个用意袂歹呢，真好。是讲你是安怎想出来？你应该知影想怎款条可以问我。我知影，我唔知咧。你敢真正唔知？我是真唔知啊。一凡，你敢知啊？我知影啊。你哪会知影？啊，你对我讲美术的俘虏，就表示迄边有参像豆腐乳啊。陈一凡，你真正有你哦，你这个人甲你的名同款啊，有够烦啊！哦。开水合水就是鸡屁股还是豆腐乳，我面对种浪漫的，就你讲我怎么气质拢无啊！好了，慧婷，你就赶紧讲，你到底是安怎想出来啊？有花语啦！你上我七里香的花语是爱情的俘虏。原来七里香花语是爱情的俘虏。嘿，我嘛今仔才知影。是讲慧婷，你真正做好想的，会当把花语变作是甜甜的名。真够。我唔是真高兴，我是想济啊。领导大讲，我公司个代志，我啥无闲。等者，你是讲你巴肚要去食？我无过食豆腐乳。生意才就讨厌来，看不是豆腐乳啊，够的。来，一凡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的。好。这篇报道你应该知影。这个啊，公司收购病死猪。是蛮这么紧张啦。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吼，各报社吼，我真了解啦。应该李有贵关系袂歹哦，因定3不5时那拍高尔夫球啦。也毋过照我这看吼，伊真侪字面都是听说、疑似、传闻，这表示讲我无直接证据啊，这应该是假的。我知影，所以我想要请你替我写一份澄清报道，干咩？哦。对啦，找陈一凡就对啊，上有正义感嘛，交给你喽。我知。了解，搞啊。兄弟，多谢。没了。阿伯，你这球插手者啊？今日你一片应该为着死伫咧肉的新闻哦，不甲一粒头两粒大，你阁有心情来拍球啊？阿伯，迄是因为媒体摕唔到资料，才会讲一片。不过这件代志，我拢已经解决了。食品的安全对咱做食品的来讲，是真严重的指控。唔是开一场记者会就无代志啊！我根本就无需要开记者会，因为写这则新闻的记者已经受到处罚啦，而且伊明仔载会伫每一份报纸的头版刊登启事。虽然讲伊写这则新闻的时阵，无经过确实的调查，心中哦
会来向阮银行失礼？应该唔是恁提钱给记者，叫因看报纸回失礼吧？当然嘛，毋是。我无参照阿伯你人民这样看，就算我是要买通记者，我嘛无这个顾虑。我确实熟悉真侪记者，甲因嘛有真好的交情。啊，不过我从来袂用这点要求记者做违背良心的报道。阿伯，你是毋是通误会？我只是讲你人民看，并无讲你甲中上一篇这篇报道有任何的关系。当然跟我无关系啊！我想一定是恁一品哦，伫咧生理场受过强势，唔知影得到是甚物人，对方就用这种方式啊来报复你。就是讲，即个问题这么紧就解决，算是恁好运。后届可能就唔是这么好处理啊，恁啊较细腻的。到时阵若是拄着再搁讲。我只不过是希望遐心术不正的人，互因知影讲我已经遮个周围状况啊。不过若是对方受过超过，我为着要保护我厝内底的人，还有公司，到时我一定会付出代价。你今仔日真正是来拍球的。我当然是来拍球的，无要创啥。就参照阿伯，你开食品工厂是要用来制造食品，无敢讲你是要用来制造新闻的。安尼咱就莫讲公司的代志，讲拍球就好啊。好啊，啊，想讲着拍球吼，你拍10几年啊，我若真正要甲你比，我是比袂赢的。不过若是王讲的，我是专业的。就参照你拄则迄个推荐，我一看就知影讲这问题点伫倒啊。安尼你讲看卖，我了解问题出伫咧倒位。真简单啊，球的路线有当阵哦，毋是参照阿伯想的安尼，无可能讲完全照阿伯意思去行。你通知影为虾米？因为你人无钱。你讲了真简单，拍我。好。阿伯，若是无记迄个代志，我就先来去问。